我从小就不相信自己是个普通人。哼，果真，你看我这最近的日子，手袋中的名片都是什么集团总裁、董事或者经理，全都是因为我是乔家的人。哼，凌天，你感受到我这种转变的快乐吗？你开心就行了。喂，李太太吗？啊，这星期六的晚上香格里拉中餐，啊，随你小叔安排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明天回公司跟秘书确认一下。啊，太期待了，我再联系你，再见。哎，你不介意我跟人吃饭吗？我有充分的自信。你真的不生气？你是乔家的孙女，是新晋的名媛，有了这层身份，追求者自然更多了。我得适应。这些高尚名媛联谊会就是婆婆选媳妇儿的地方。你都不在意我，谁给你的短信？哦，刚才那个王太太说，她想约我去陪她女儿看话剧。不许去！你那么没自信啊？哼，你真讨厌！不玩了。哎，你真生气了？刚才你想气我，现在变成气自己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来雪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让人当笑柄。我也是。以后你不要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男人在感情上，永远不会让自己痛苦很久的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们女人。哦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可是例外的一个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当初你是怎么对婉晴的？还有我爸怎么对燕萍跟我妈？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！啊！讨厌！哎，我今天去兰心会，你知道乔老太带谁去了吗？谁啊？你猜呀。我哪猜得到？来雪。来雪？嗯。看来乔家真的挺重视凌天商业计划这个项目啊。那还不是他们从我们家抢走的呀，包括莫凌天。要不然来雪怎么会在乔家抬起头呢？跟来雪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我能说什么？我又不是农村大妈。依我看，乔老太太这么做，是要激一激乔金帆，所以，不管是来雪还是咱们家婉晴，都有可能是工具。哎，老公啊，我还听说，乔金帆过去有个旧爱。好像在国外，我是怕他要是回来了，那我们婉晴会不会吃亏呀？谁没个旧爱啊？哦，那是，谁没旧爱呀？哎，好了，这旧爱难忘啊，只是在歌词里才有。这一个男人要是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，他干嘛跟她订婚呢？是吧？放心，这单生意咱们不会亏的。啊！不会吧？一天都不打来。喂，怎么样了，未婚妻？睡了吗？你有见过成功人士12点前睡的吗？我在看今天的会议记录呢。找我有事？明天早上有什么安排？明天早上？你想干嘛？我看一眼啊。刚好，明天早上
没事。怎么了？那我请你吃个早饭吧。行啊。那要不我们出海去吃吧？去我游艇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吃个早饭而已，就在你们公司附近吧。也行啊。那几点我去接你们？不用了，到时候我把时间还有地点直接发给谢创，让他当你的司机，还有闹钟。真细心。哦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呀？明天再说吧。晚安。装什么装啊？明明就是想要听到我的声音。哎呀，情侣装哦。您好，你好，点点什么？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吃。豆浆油条吧。对不起，没有豆浆油条。那就豆浆稀饭。对不起，没有豆浆稀饭。那稀饭油条了。不好意思，也没有。我们这里油条稀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油条、豆浆和稀饭。2份美式早餐，谢谢。好的。好，今天你做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别闹了。对了，现在谢创经常在杂志社帮明娇，还习惯吧？其实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谢创的，应该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好了，说我自己吧。其实我昨天去了兰心会，在兰心会碰到了明娇，还有来雪。其实你可以说话的。你不是让我别闹吗？我怕我一开口，你又说我闹了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行，我认真。我做记录。先生，您的2份美式早餐。请慢用。吃吧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吧。如果你想说的话，不用我说你也会说的。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就算我要你说，你也不一定会跟我说的。所以，你说与不说呢？你想说的是莫凌天的事吧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赌1块钱，这个微信是莫凌天的。幼稚。我就是那么幼稚。没有零钱，10块，还是他。没意思。行了行了，你跟我说，在兰心会看到明娇和来雪，然后呢？没事了。我知道，你在兰心会看到来雪，然后莫凌天也去了，你见到莫凌天了是吧？不是。不是。好了，我不想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凭什么你没说完，我就一定要留下来听你把话说完啊？你说不说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我非要起个大早，在这个地方跟你吃这个破早餐。是啊，这是破早餐，你可以不用来啊。我没说你一定要来的呀。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你想跟我说你还是放不下莫凌天，是吧？还是他。不吃了。把钱拿走。小费。
夫人。放这儿吧。哎，这是我特地买来的虫草茶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喝一点吧。这2天净吃补品了，嘴里都起泡了，先放一放吧。卸诏后替你找的工人合适吗？煮了东西合你胃口吗？我一个人吃的也不多，让他帮我打扫卫生就行了。来雪这么早就上班去了？他是想证明给乔氏上下的同事看，她是个能干的太子女。都是你调教有方。怎么了？还生我的气啊？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好，不提了。想点开心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看几张照片，是来雪的，传给我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妈现在带来雪去参加那些名媛的聚会。哎，看，来雪笑得多开心。看来妈开始接受来雪了。希望这接受是永远的。一定的。你别多想了。季云，我想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想让你保护来雪，别让她受委屈。乔家虽然接受了她，但她从小不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。当然了，只要你挺她，就没有人会看不起她。不会的。你看这张照片，我妈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来雪的。只要她把凌天商务计划弄出成绩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跟妈好好谈谈，考虑你的事。我的事就别再考虑了。我想回法国。也好，去散散心吧。不是散心。我想回法国定居，不再回来了。怎么突然间有这个想法？经过这么多年的事，纠纠缠缠，我真的觉得很累了。我想安安静静的过下半辈子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有没有跟来雪说过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还是等来雪回来之后跟她商量一下吧。她还需要你，我觉得她不会同意的。凤仪，我没事。自从你妈80大寿把燕平接回去，你们一家人团聚是早晚的事。你妈妈能接受来雪，就是想让我安心的走。我太知道她老太太的心意。再说，你妈妈现在停了，公司上下就一条心了。我太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凤仪。
李医生啊，你好，曹老太太您好。你好。燕平好些了吗？自打从您寿宴回来以后，她好多了。这大概是听了那天跟乔董跳舞的音乐以后有所改变吧？哦，辛苦你了。啊，看来没什么。新药是治疗的最好法宝。那是那是。啊，李医生，哎，我想单独跟燕平待会儿，你看行吗？哎，那好啊，快请吧。哦，您慢点。燕平啊，我已经活到80岁了，这个世界我早已经看明白了。现在家里没有别人，就咱们2人。燕平，你别再装了。20年了，当初你不让纪云和来凤仪在一起，你装疯装了20年，这个家呢，也就跟着乱了20年。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话跟你说明白。我承认，这个家对不起你，为了这个家族的利益，因为你是银行家的女儿，我才逼着纪云娶了你。你受的苦，妈全能理解，因为妈也是个女人。可是没想到，你一装就是20年。是啊，你的婚姻是保住了，可是你们算是一对夫妻吗？你有过一时一刻的放纵自己？你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吗？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你想过2个孩子20年，那年金帆只有8岁，就要面对母亲疯了的事实。而明教呢，就更可怜，他4岁就没有了妈妈。当他看到别的孩子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，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2个孩子吗？他们叫你妈时，你承受得起吗？现在2个孩子，一个呢不务正业，花天酒地；另外一个呢，满世界的乱跑，乱交朋友，就是不愿意回家。我作为奶奶，看见他们这样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有多疼吗？